出埃及记第7章，上主对摩西讲：我要予你伫埃及王的面前亲像上帝。你的兄哥阿伦要做你的代言人。我命令你的，你拢得讲。你的兄哥阿伦得甲埃及王讲，得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我要予埃及王的心意，阁要伫埃及地行真侪神迹奇事。毋过埃及王无要听恁，我就要攻击埃及，严严刑罚因，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一队一队出埃及地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的时，埃及人就会知我是上主。摩西甲阿伦就照上主的吩咐去做。因甲埃及王讲话时，摩西80岁，阿伦83岁。阿伦的管影，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：埃及王若甲恁讲，行一件奇事来看觅咧，你得叫阿伦甲伊的管影等伫埃及王的面前。管影会变做蛇。摩西甲阿伦入去见埃及王，照上主的吩咐做。阿伦将伊的管影翕伫埃及王甲伊的人神的面前，管影就变做蛇。埃及王就调有智慧的人甲法师来，遮个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。因逐个人将管影翕落去，管影拢变做蛇。毋过阿伦的管影吞食因的管影，总是埃及王的心意，毋听因的话，拄拄照上主讲的。埃及受灾难，血的灾难。上主对摩西讲：埃及王的心固执，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。明仔早起，埃及王画起尼罗河，你着举迄支捌变做蛇的管影，伫河边等伊。你着对伊讲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派我来对你讲，着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去旷野敬拜我。毋过到今你拢毋听。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用我的管影拍尼罗河的河水，水会变做血。安尼，你就会知我是上主。河里的鱼会死，水会臭，埃及人袂当阁啉尼罗河的水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得甲阿伦讲，举你的管影，记埃及的河甲溪、水池甲蓄水池，互所有的水拢变做血。埃及全地，连水桶甲石红的水嘛拢变做血。摩西甲阿伦照上主的命令去做。阿伦伫埃及王甲伊的人神面前，举管影拍尼罗河的水，河里的水拢变做血，河里的鱼拢死，河水生臭味。埃及人袂当啉河里的水，埃及全地拢有血。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。埃及王的心意毋听摩西甲阿伦，拄拄照上主讲的。埃及王倒转去王宫，无将即个事藏伫心内。所有的埃及人伫尼罗河河边乌窟仔找水啉，因为河的水袂啉得。上主拍尼罗河了后，即个灾难继续7日。